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咪咕。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咪咕生活周遭不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单字有哪些吧。第一个单字呢是俩瓜，俩瓜呢它是但是的意思，它常常会用在转折，比如说你很漂亮，但是我有喜欢的人，就可以说俩瓜，我有喜欢的人了。俩瓜呢是但是，我们再一起念一次，俩古啊，俩瓜。好，这个是常常会听到年轻人用，就是可能他不会很多单字，但是他会讲说俩瓜怎么样。好，如果我要用俩瓜来造一个句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子，刚刚有下雨，但是现在雨停了。那格木加嘎扫你，就是刚刚有下雨，那呢有一种过去式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就是下雨是格木加的嘛，那格木加就是刚刚有下过雨了，然后嘎扫你是刚刚，再念一次哦，那格木加嘎扫你，那格木加嘎扫你，俩瓜现在雨停了，就是但是俩瓜那么来样啊，就是现在雨停了，那我们再一起念一次，那格木加嘎扫你。俩瓜那么来样啊，好，这个是生活中的用语。那比较趣味的用法，就是你在讲一件事情，然后说啊，俩瓜怎么样？就是我今天很开心，但是发生什么事了，所以我现在不开心了。就是俩瓜怎么样怎么样？好，这是俩瓜的生活用法。那第二个单字呢，我们看到是 Vusan。Vusan 这个单字呢，它有很深的意涵哦，它同时也是排湾族很重要的农作物小米 vagu 的种子的意思。种子有很多种子嘛，但是专指小米这种农作物的种子呢，我们叫 Vusan， 因为后面是 m 的音，所以嘴巴闭起来。Vusan 这个单字呢，是指小米的种子。Vusan di Gina 是妈妈的意思，但为什么说妈妈是小米的种子？好。这样这里呢就要告诉大家 Vusan 的另外一个意思。Vusan 呢不只是小米的种子专指的一种种子的名称，它同时也是在讲排湾族很重视长子或是长女，也就是说我们会说这个家里面第一个看到太阳的孩子就是 Vusan， 就是嫡长子长女。那排湾族的传统继承的方式呢，也是第一个看见太阳的孩子可以继承这个家的名字，这个家的屋子。我们会说长子或是长女都可以称 Vusan。所以呢，比如说一个夫说，哎，你是 Vusan 吗？就是问说，哎，你是不是你家里面的长子或是长女？那所以刚刚这个 Vusan di Gina 的意思呢，就是我的妈妈是长女 Vusan di Gina。好 ，Vusan 除了是小米的种子，也是长子或是长女的意思。好，接着呢，我们一起看到第三个单字就是给白薯。给白薯呢，它是由算是两组单字组成的。第一个前面呢，这个给 ki 呢是它的前缀 ，ki 有采集的意思。比如说我要去采什么叶子，我就会给什么叶子。比如说我要去采甲酸浆的叶子叫 lavilu， 好了，我们就会用给，然后加上 lavilu。所以妈妈今天要包小米粽，然后叫我去采甲酸浆的叶子，就可以说给 lavilu， 就是我要去采甲酸浆的叶子，就是给 lavilu。那赚钱呢，就是我要去找钱，去获得金钱，就一样加上给这个前缀。那白薯呢是钱的意思，所以给白薯就是赚钱。那如果我要说，有一个人他很会赚钱，我们就可以学到，我们回到我们第一课学过的单字，就是塞古，就是很厉害什么事情这样子。塞古达给白薯就是很会赚钱。
然后像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原住民讲话为什么会有倒装句啊，因为我们的他啊或是我通常都放在最后面嘛，所以我要说一个人就是他很会赚钱，就是塞古达吉白鼠迪马祖，迪马祖就是他的意思。好，所以有人说很会赚钱呢，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族语呢通常会把人放在最后面才讲出来，比如说塞古达吉白鼠迪马祖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他很会赚钱啊，或者很会赚钱呢他。好，那在部落呢也会常常听到一个单字叫做矮楚，矮楚就是这个，比如说要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怎么样啊，都可以用矮楚这个单字。好，矮楚可以用在什么句子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一起练习的句子有什么。我要说，这个口罩是你的。比如说现在大家不知道戴口罩，然后都放在家里同一个地方，到底哪个口罩是谁的？好，我们可以说你顺矮楚啊，sugem。sugem 是口罩的意思 ，sugem。然后你顺呢，就是顺就是你，那你顺呢就是你的。好，你这个单字有所有格的感觉，就是谁的。比如说你阿根就是我的，你顺就是你的，你顺矮楚这个口罩，矮楚啊sugem，你顺矮楚啊sugem就是这个口罩是你的。好，然后比如说我要问说，你叫我拿什么？矮楚这个，就可以用矮楚这个单字。好，如果我们要说不好，就是形容一个什么东西不太好啊，这样做不太好，我们就可以用到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单字拿古雅。拿古雅，比如说有人问你什么意见，你觉得今天这家店怎么样啊？你不想要让店家听到，感觉会不好意思说你这家店好不好，那你就说拿古雅，就是讲族语这样，但是他就听不懂了。拿古雅呢就有不好的意思，就是一个比较否定的词汇。那如果我要提醒小朋友说，上学不可以迟到哦，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例句，用拿古雅来造句。那古雅啊，巴苏维里多阿斯马达达格西安，好，比较长，我们再念一次。那古雅啊，巴苏维里多阿斯马达达格西安，好，我们来拆解。那古雅呢，就是刚刚说的不好。那巴苏维里就是我们讲迟到，其实讲的比较含蓄一点，或是比较有文学气息的感觉，就是比原本约定的时间还要后到。巴苏维里就是后面。那你没有按照原本我们规定的那个把叔叔就是遵守原本的时间，而是你在这个时间后面才到，就是迟到嘛，就是比较文学性的说法，就是迟到是把叔 Vili 的。后面这个 LJ 呢，我们会的音，把叔 Vili 多啊斯马达达格西安。读啊呢有点介系词的感觉，那斯马就是马朱马的那个马的全写就是斯马，斯马就是去什么地方，那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学校，就是上学嘛，斯马达达格西安就是学习的地方，就是学校，那斯马达达格西安也有上学的意思。那我要跟孩子说，不要上学不可以迟到哦，这样是不好的，不要迟到哦，就是那古亚啊巴苏维里读啊斯马达达格西安。好，那古雅就是不好的意思，这可以用这个造句做练习。好，今天最后一个比较有趣味的小片语呢，也是由3个字汇来组成的。这句话呢，我心痛怎么讲，就是 Sakaju Aguvaru， 就比如说有人讲话伤了你，或者是就是你在跟他开玩笑，你这样我很伤心呢 ，Sakaju Aguvaru。好 ，Sakaju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痛。比如说我要讲说我头痛好了，你这个人真的让我很头痛 ，Sakaju Agugoru 就是头，然后 Sakaju 就是痛。那阿姑是什么？就是我的。好，这边阿姑就指我的什么东西，我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的心啊，今天讲我的心痛嘛，我的心就是阿姑 varu 呢，就是指心，它比较不是心脏的意思，它就是那种心情的心，我心痛的那个心。好，varu 就是也可以用来讲心意，或是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呢？它的延伸词就是 viralungan。好。排湾族的单字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会有前缀后缀，就是那个缀是缀词的缀。
加上一个前缀或是加上一个后缀，甚或它一个单字叫做字根嘛，就是基础的单字，它前后加了东西，就会有一点点意思上的不一样。比如说 varung 是指心，但是我要讲说，你的想法怎么样，你的心意如何，我就在中间加一个 in， 就变 vinarungan。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个 an， 就是你的想法如何？就是anmasu vinarungan， 就是问你的想法怎么样呢？你的心意是什么？好 varung 这个单字的延伸就是 vinarungan。今天的我很心痛，如果要加一个很，就可以用到我们上一集的单字 alavats， 就是我很谢谢你嘛。比如说 masaru alavats，masaru alavats， 那个 alavats 就是非常或是很。那如果你要形容我的心真的很痛，sakaju alavats aku varung， 就是我很心痛的意思。谢谢大家，今天你学会了吗？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masaru alavats， 拜拜。